白蝕症又稱為白斑症，係一種慢性嘅自身免疫系統疾病。簡單嚟講呢，係因為身體嘅免疫系統錯誤咁攻擊黑色素細胞，而導致皮膚嘅失去色素，從而令到皮膚出現白斑嘅情況。而喺香港，大約有1%嘅人口患有白蝕症，估計全港大約有7萬人係受到影響。白蝕症可以分為非截斷型白蝕症同埋截斷型白蝕症，而以非截斷型白蝕症居多，至85%至90%，通常以對稱嘅模式影響面部同埋肢體。至於截斷型白蝕症就可能導致身體嘅單側或者部分嘅皮膚色素快速流失，通常會持續6至12個月，病情先會穩定下嚟，而色素嘅流失先會暫時停止。截斷型白蝕症通常會喺兒童嘅身上常見到嘅。白蝕症嘅主要症狀就係皮膚嘅色素流失，形成白色嘅斑點，可以喺身體任何嘅一個部分出現。例如手腳、身體、面部、頭髮、頭皮或者眉毛，甚至喺口腔內部或者鼻腔內側出現。其他症狀可以有耳部發炎或者葡萄膜炎等。而好多人都會將白蝕同埋汗斑、白糠疹等皮膚病混淆。而有國際嘅研究指出呢，患者平均需要一段時間先至會確診，反映咗患者就好容易錯過黃金嘅治療時機。所以如果出現相關嘅症狀時候呢，患者就應該盡快求醫去作出適當嘅診斷。而目前診斷白蝕症嘅主要方法呢，就係由醫生透過午視燈去照射皮膚確診。如果有需要嘅話呢，都可以做皮膚嘅切片檢查，從而排除其他嘅病因。而白蝕症現時為止都冇一個完全嘅根治方法，但係可以透過外用嘅類固醇啦、外用嘅免疫抑制劑、紫外光治療或者外科手術等唔同嘅方法去改善病情，從而令到白蝕嘅地方恢復正常嘅膚色。不過頭先我哋講嘅治療方法都有佢哋相對嘅局限性嘅，好似紫外光治療雖然可以治療比較大範圍嘅白蝕，但係患者就需要每星期定時返去診所。而長期使用外用嘅類固醇呢，就會可能引起皮膚變薄啦、微絲血管擴張嘅情況。近年白蝕嘅治療已經成為新嘅突破，係新一代嘅外用嘅 JAK 抑制劑藥膏，而呢一款係第一款獲得 FDA 認證，目前市面上唯一獲得批准而用於白蝕症嘅服飾治療選項，而適用於治療12歲或以上嘅青年或者成年人嘅非截斷型白蝕症患者。外用嘅 JAK 抑制劑可以準確咁阻止自身免疫系統錯誤咁攻擊黑色素細胞，而令到黑色素細胞可以重新活化，令到患者嘅白斑位置恢復正常嘅膚色。而呢種新嘅藥膏已經喺香港正式註冊，而家可以去私家診所自費使用。如果每日只係搽一隻手掌咁大嘅範圍，每日嘅藥費大概同一杯咖啡嘅價錢差唔多。而確診白蝕之後，醫生會睇住病人嘅情況同埋嚴重嘅程度，去揀選最適合嘅治療方案。不過大家都要記住，皮膚嘅復色係需要時間嘅，而且每個人對治療嘅反應都唔同。平時喺生活上面都要注意，應該要好好保護皮膚，盡量避免曬傷或者外來嘅刺激。如果對病情或者藥物治療有任何嘅疑問嘅時候，就應該盡快揾醫生問清楚啦。